大家好，相信大家都會發現咧，4月1號開始，全世界嘅新聞頭條咧都被關稅淪陷咗噶啦。145%嘅中國關稅，股市蒸發2.5兆，乜都講關稅，講衝擊。但係最關鍵嘅反而真係冇人理會嘅5個字：暫緩90日。呢90日寫咗喺每一份聲明裏邊，出現喺每一篇報道嘅開頭同埋結尾。但唔知點解大家當睇唔到咁，但係偏偏呢一段被忽視嘅90日將會決定咗今年資產價格嘅節奏。今日就同大家一齊拆解下背後發生緊咩事啊！其實講真，大家最應該關心嘅唔係關稅究竟加幾多，而係究竟美國會唔會衰退呢？年初開始，高盛同埋 OECD 都話美國未來12個月陷入衰退嘅機率高達40%至45%。主要原因就因為政策唔穩，企業唔敢投資，加上全球貿易嘅氣氛轉差。就連特朗普喺3月接受訪問裏邊都話，美國將會經歷一段轉型期。而一句轉型期，市場普遍認為係對衰退預期嘅一種表態嘅。根據亞特蘭大聯儲嗰個即時模型 GDP Now 2月曾經預測第一季 GDP 跌到負3.7%，就可以睇到美國進入衰退其實係有跡可尋嘅。但係去到3月底呢個數字突然反彈，並唔係因為經濟好，而係企業開始保庫存，因為佢哋知道關稅一旦落實，成本即時會上升，咁不如早買早入倉。而呢種動作令到私人庫存變動呢個數字由負轉翻正，直接推高咗第一季嘅 GDP。換句話講，GDP 唔係升緊，而係俾一場集體搶貨潮托高咗呢個數。唔少人以為企業要等到4月嘅解放日宣布咗關稅落地之後先開始保庫存嘅，但係實際上保庫存1月已經開始咗噶啦。數據話俾我哋知，企業根本唔係即時反應，而係預計咗風險提早出手。美國商務部出咗份數據，2025年嘅1月貿易逆差升到1314億美元嘅，當月進口暴增到4012億美元，升咗36億，接近咗歷史新高嘅。最誇張係進口嘅結構，金屬材料、工業設備、電腦零件同埋消費品，呢啲貨物全部都係淡季非季節性嘅提早入倉。舉個例子，汽車行業嘅福特同埋康達汽車庫存已經超過100億噶啦。歷史嚟講平均只係45至60日嘅啫。咁結論係啲乜嘢呢？企業喺最早第一季就已經捕捉到政策嘅風險，所以主動出招囤貨、搶貨、鎖成本。但係呢股保庫存潮將原本可能收縮嘅 GDP 反手推返上去嘅。咁嘅劇情其實唔係第一次噶啦。2018年嘅中美貿易戰嘅初期都有一模一樣嘅現象。當時特朗普喺3月22號簽署咗301條例，話要對中國徵稅，但係關稅係7月6號先至生效。企業喺最早4、5、6已經開始搶貨。洛杉磯港6月處理咗貨物72萬挑，年增係15.9%，去到7月升到80萬挑，打破咗當季淡季嘅紀錄噶。結果呢波保庫存推高咗2018年第二季 GDP 去到4.2%，單係私人庫存同埋淨出口就已經貢獻咗超過1個百分點噶啦。聽到好似好勁，但係只係虛象，因為第三季一開，貨物賣唔出，庫存變壓力 ，GDP 即刻跌翻去2.1，所以歷史已經用咗一場貿易戰教咗我哋一次。今次2015年會唔會歷史重演呢？2025年嘅第一季幾乎完全複製咗2018年嘅劇本。雖然政策嘅背景同埋稅率係唔一樣，但係反應一樣係咁直接嘅。你睇下進口集中嘅類別，汽車零件、機械設備、耐用品，全部都係高成本、高風險、怕關稅嘅貨物。消費者同步出手，保健品、日用品、電子產品全部出現恐慌式嘅購買行為。物流又點呢？洛杉磯港1月進口年增10%，而倉庫存使用率由50%飆升到75%，一睇就知道大量嘅貨物被提前壓入市場㗎。而呢種指標都指向一樣嘢，就係市場嘅節奏係可以被重播，而且代價亦都可以重演嘅。不過劇情又有新嘅進展，就係90日啦。4月2號呢場風暴正式爆發，特朗普政府宣布解放日針對所有貿易夥伴加徵進口關稅。今次
特別嘅地方就唔係只係針對中國，歐盟升到20%，越南去到46%。今次嘅關稅咧，直頭係2018年關稅水平嘅2倍嘅。市場嘅反應咧，股市咧一度蒸發咗2.5兆，企業同埋消費者嘅情緒咧一齊崩潰嘅。但係峰回路轉，4月10號，白宮突然講話，除咗中國其他地區嘅關稅咧暫緩90日，好多人以為呢個係轉機，係喘息嘅空間。但係咧，實際上你係企業聽完呢句説話，反而保庫存保得更加狠、更加急。點解？因為大家都知道呢個係最後嘅機會。喺90日裏邊，如果唔補貨就會太遲，唔入倉就要硬食將來嘅成本。特別係今次嘅關稅涉及之廣同埋深係前所未見，單係2倍關稅咧，已經要考慮係咪需要補多50%嘅貨㗎啦。特別係4月12號，中國部分電子零件被豁免，反而令到市場更加覺得咧呢個係臨門一腳。呢90日咧，對於我哋眼中或者國家眼中咧，表面係寬限期，但係對於企業嚟講咧，其實係釋放咗一個強制性嘅保庫存嘅心理動態嘅。特別係面對住特朗普嘅政策不穩定性，同埋今次嘅關稅廣度同埋深度咧，都係前所未見嘅。所以企業係面對住一個極大嘅壓力咧，佢需要更快、更多、更狠地去保庫存。所以點解我會話90日係一個重要嘅資訊呢？原因係因為4月10號宣布咗暫緩90日，而呢個時間點你計翻轉頭呢，其實剛剛好落喺 Q2 嘅統計窗口入邊。意思即係話第二季嘅經濟數據好可能被呢種情緒會推高。補貨咧睇落好似救咗個市場，但係你要記住，保庫存並唔係令到需求增加，只係用咗未來嘅購買力提前消化咗。當 Q2 嘅搶貨潮一過，如果終端嘅銷售咧並冇預期中咁強，企業咧就會面對2個問題：第一，現金流嘅問題；第二，庫存嘅壓力。到時啲貨唔喐，錢入唔到，租倉、運輸、人手、財務成本疊加一齊，你會諗到個情況會係點？第一時間就會出現劈價，形成惡性競爭，搶住清庫。更深一層嘅問題就係，有啲企業可能高估咗當時90日拉貨拉得太盡，結果去到第3季貨未賣得切，資金鏈已經斷裂咗。所以話未來 Q1 或者 Q2 嘅 GDP 數據出現反彈，大家更加要留意，因為真正分勝負嘅可能係第3季。